目主持人蹦车车。感谢大家，喜气洋洋喜气吼！过年的期间，欢迎大家无休困过来出席。感谢，全球的华人的朋友，大家新年快乐！欢迎大家来收看咱这上高气质的电视台——公共电视台上看好看节目，为山为水为恁拢来讲台语世界通。我是咱大家好主编彭恰恰我本人。当然，这个老师呢，嘛算几十岁啊，但是伊应该是咱节目的宝。 哎呦，是，全世界华人基本拢熟悉伊啊，上行的，因为这是咱台语文专家邓安祖老师。为山为水为玲珑，网络行销有路用。大家好，我是安祖老师，欢迎收看咱的节目。 大家成功就是我上大的快乐。来，是，你好，来当，恭喜，哎，当，碰个，哎，本节目的规定，专程用台语自我介绍，请了。哎，大家好，大家晚，谢谢，明仔载佫同一时间继续收看。台戏讲的，没有啦，不会啦，台戏呢，台戏呢。大家好，我是张继贤哈。 是这个歌坛一位拄出片的一个新的歌星，希望大家会来支持我。今日节目到这为止。新的歌星，你出片我唔是捌访问过，你规定穿红西装，你还个记？对啊，一定就到啊。我爱唱闽南歌啊，恁兜敢无？我无爱。啊，阮兜佫出嘴呢。因为拢无被吹。伊连埋甲边连甲边参详，伊帮你拍呗。 物件要互卖出去哦，啊个卖啊那什么100组，迄那个不稀奇啊，无重要，迄无够，会咱卖1000组的，迄照够。你嘛有咧做嘛？我有啊，你有咧卖物件无？有啊，啊，你卖了生意好无？当然嘛是赞，啊，你一工上好业绩是偌济？差不多300-400万啦。一工300-400万，哎，这是干一个台鸟。 阮台中有8个台哦，所以老师那个算个一工赚2000万，一个月几头个家啦，我听头家赚2000万啦。啊，你甲伊讲，啊，咱新路了，哎，来你迄个做卖装潢看卖，卖这个西头。哎呦，咦，来开始。好来啦，这西头哦，这过年时阵哦，我大家哦添米添木去啦。哎呦，啊，这是咱今地标啦啊，地标。 那是相信我的啊！这菜头5000免，3000免，2000免，1000免，9000不，到900免，我你开888，要的请加1哈！来，相信我的请加1，数量会再继续加哈！来，你安尼有生意哦？你安尼有人会看啊？你别了足无自信，伊可能是专程用台语较无多，所以你华语。我。 国语啊，半国语半台语安尼啦。啊，对，迄是你的专长。哎呦嘛，对。你话叫卖歌曲就拢用台语嘛。啊，我用国语把翻译嘛。安尼哈，我算翻译的。哦，你这边你两个算一档就对了。一个 M 嘛。两个人 M 较趣味啦。这档是安尼啦，过去这个咱党的吼算真红，主持节目顶，尾下去大陆发展了。无好，麦克讲啊，迄是。 过去啊，讲到你上过去的故事啊，不要啊，卖过第二届伤害，嘛卖过伫我的伤痕顶头抓烟，汤嘴顶管刷呀，你都好好做吼。哎，阿爸咩？今年牛年嘛，过来愈来愈好啦。袂啊，做有做尾啊呢。哎，是哦。哎，今年做有做尾大家。我就讲哦，阮咧。 即摆做直播偌趁钱啦，拢做牛做尾啊，做牛就是开那个兰博基尼就接牛嘛，做尾就是法拉利，反正就接尾嘛。哇！伊的行情即摆怎安尼呢？拢是头家嘛。直播主啊，头家开个头家开阿法，佫是迄个 Land Rover 限量版，哇，2000几万呢。哦，你讲讲咧家己切去呢？不啦，你选问。 叫妹，你一个月300-400万来要算啥？来，
这位姑娘啊，这厉害，这厉害，这里啊，这场公主要破破，这是新的迄个级数啊，是新的技术。叫卖天后啊！哎呦，和你学路就是无简单。天天后你好，冇啦，爱点香无？免碰過啲好。你好你好来，专程讲第一自我介绍请了。大家好，我叫丢丢妹，我請我丢丢当爱丢妹啊！谁那好做丢丢妹啊？這是去香港嘅時候，大家丟，无啦，无你代志啊！丟啦，咩個丟妹啊？喂，這是網絡嘅朋友教我好嘅。網絡。谁那安尼甲你叫？因為我物件拢等。無啦，差一絲啊啦，真的，差一絲啊。谁那这里啊讲真？我唔知，愈賣愈掠講，拄開始無人看，無人買，用愈賣愈講，人是變態，看到才講，因就爽，愈爽愈濟人買去愈好，生意愈好，愈來愈有錢爽。聽到無？有聽到無？來，你講你一個月3、400萬，這都是厲害。好，嚟，迄個丟丟妹啊，你一個月上關做偌濟？國術叫冇你看啦。哦，無你看，係國術叫冇你看。我用比的就好啊。比，嘢足好拍哦。130萬呀！輸啦1300少年呢，1300萬。哇塞！我跟你講，你去買啊，你去走，至少要的碰我，你個主持人要做，你個主持人冇要做啊？丢妹，你有喺卖唱片吧？我的唱片搁敢若搁两个，哎，你那边做好书的唱片，你來倒背一個。我倒卖一个啦，倒卖一个哎，你都很信的，干嘛？你有需要什么？你咧未套抽的時候，夾住用唱片。哦，未套抽假的係生。連江主持愛揸一個 BB 啊，無？現場安尼好，亂安尼看到人個變變叫。我跟你講，伊講迄是保守的數字，其實因頭家底下伊唔敢講出來。我心肝的數字我家知影。哎呦，等下因落數我家偷偷講。哇！我講一個月到做偌濟，驚死人！我若做因頭家，我只想走就清贏。了解無？了解了。來，阿灣啊，嘿，你對着咱這丟丟妹啊，印象上深的做一哎，其檔。实因为我是因兜的迄个正中替混啊，替混啊，替混，嘿，我来讲，刷上的刷顶的替混啊网络顶管的卖人太济，網絡网络顶管卖人太济啊！啊，我因是讲找着有人分享嘛，我就去看。伊一开始吼卖的时阵，因为伊做阿萨利的，伊一段开始卖啊人数无够嘛，大家拢安尼啊加一点嘛嘛，人数无够。以前無講過買啥物件，買啥物件？先幾組？即擺幾組啊？後邊即擺幾組啊？你是咧收迄錢？這就叫做咩啊？你是咧中風哦？我聽到我故意用中風嘅。用講的不如現場，哎呦現場這個我說望之啊，望塵莫及啊。現場甲敲落去。哎呦，樓頂就有顆阿母吃吧，今仔日賣啥？賣海參、賣牛肉、賣海鮮、賣牛肉。我是丟丟妹，丟丟妹是我大家安大家好，大家晚安，晚上好。对啊，暗时哦。你明嘛？暗时哦。哦，你来讲暗时。没好，来暗时哦。暗時哦，上細聲這攏老的，攏無少年的啊，少年攏袂愛啊，老的啊愛甲無大聲，暗時哦。暗時哦，安尼好，來斟酌看來第一標，來今仔日第一標來聽好，正日本來正日本的 A5 12級山形線和牛，好牛嘞！肉眼部位外口市價一袋2萬4至3萬，好24000塊至3萬塊的市價，你看伊的優惠。水啊老哇！這種物件唔免加介紹，哎呦，這種物件唔免加介紹，轉去用真的保證入口即化，食咧喙的米米個鬆鬆，伊的油脂噴出來，哎呦，喷出来，好食甲強，
哔哔哔，吼！我甲你讲，今仔日这组来外面吼，外口市价2万，机器3万，来今仔日听好哦，来唔免2万4，听好哦，不用2万4，唔免2万4千块，唔免2万，哎呦，规地原码日本 A5 12级山形乐眼部位和牛一块，哎呦，原码唔免2万块。哎呦，今仔日听好哦，今仔日只有今仔日咯，一块嘛，外加外加什么？外加美国波士顿波士龙虾，大龙虾、菠萝，波龙虾嘛，再上一只来，规组听好，介绍全部阶段18880块，袂完啦，袂完啦，袂完。你安尼头家袂了，袂了钱，袂了。你按2万外，你甲花2万，佮加这只落来单独卖落来偌济？外口啦，外口8000外。安尼加起来，哦，头家袂甲你骂甲你。薄利多销。暴利毋是暴利，薄利多销。暴利是要赚到钱，暴利。哦，薄利。老师，你甲你甲是薄利多销，薄利较薄嘿，薄利声嘿，薄利多销嘿。安尼吼，你讲算一组嘛对吧？买牛送虾一组，上济捌卖过几组？上济哦，你若讲一组若过年啊，即马安尼卖4-5千无问题。 4-5千无问题啦，你甲调啊！过年来讲，很厉害哎5000诶，就厉害呢。重要来咯，你抽偌济？我伊伫看外口，因头家阮头家个老俗，一叔叔啊尔。一叔叔啊尔。其实我有了解过咧，因遮真正是薄利多销，真正卖较俗淡薄，但是大家甲变叫安尼，我讲去啊，我讲去啊嘛，我讲去你会记袂？足济人个啦，你是咧？哦，系啦，足济人个。我想讲，这是要卖到当时来夭寿啊！我伫遐毋知要安怎，一个讲无咧，哈，安尼无啊？不，开安卖了安尼。那种秒杀呢？哇，秒杀镜诶，抢诶。无啦，甲我无关的，这是你咧卖5000多，你真系卖5000多拢总哦，看下真系卖9000万的代票啊！哇，安尼一工就行了啊！所以你啊，对呢，碰哥，对呢。句话，安尼有通哦，有通哦。别，就算行了啊，去用艺一世人。这句话是讲给恁头家听。哦，头家有听无？大家有缘来熟悉，吼，拜托啦。哦，好啦。我后半世人就看你。我咧讲头家。你唔是你即摆恁头家，我一个真困难的地步，你感觉？伊是咩地步？伊要出奖片啦。哎呦，杀你啦！哦，你这种人呢，搁做客，你会使家属，你敢像迄种见迄用讲迄种迄种的歌，互伊唱。你会使。你嘛甲你拍，你爱碰改。哥，我感觉伊最适合唱迄重金属的啦。我一看一看落，我真系来红莲伊的，我先来，迄种的。班长你来。是。来，你中年，你拄好有现场看到，哇！你拄好有一段咧背，开始。我真正袂好。有机会来啊！来，今日开一表，来，完啦。啊，我呐。阿未开始哦。我袂使。这个确实爱继续第一个当定了，预备，开始。来，你听啊未哈？我跟你讲，这只虾啊，读过册哈，这只牛硕士啦哈，你知唔知？你唔知，所以你爱买，你买等甲当做宝安尼，你也大笑，对年头笑甲年尾啦。这只量我来讲，这只量甲牛排当抬杠啊！你有看过这种虾啊无？无，来一组。要怎样？开玩笑，这只虾叫你讲啊，太搞讲我。拍摄，不能歪呢。迄个丢咩啊？安尼会记无？安尼。有够笑。
不是，够笑笑有奇我头壳系怎么讲？但是伊这款这法律无法律啊，你爱练一下。你甲教，你甲教，啊来，我一届。来安尼，好来哦。来啊来啊来。来啊，一届又来。要起准备哦教要起教来，要起教。好呀来，楼顶就老哥。来，换你啊。换你。哦，老顶着了靠！来，阿伯叫。你在阿伯叫了的，阿伯叫了的。二母就阿爸。我就阿爸，你无偷大给啊？家好，大家好，我是丢丢妹啊。伊是丢丢名啊！我咧讲你的名，我来讲我的名，不是你的名。我的名。你叫啥啦？陈继焕，你叫啥物名啊？你叫什么名？我叫第一名你咧。来叫你的名啦。你要叫你的名啦！啊，无叫啊，无叫啊，无叫。哎，真笑的啊！我叫，无叫啊。我有叫你讲啊，无。你啥大家都讲名，有啥物问题吗？我叫伊安尼讲啊。你去身躯啦，我伊咧叫我啦，喂，笑屁，伊是我，是要你也等于来这套，伊是我的啦。来活着，坦白讲。有个我呢。咱大家对于这个钦佩以外，你安尼声逐暝安尼敢是动？诶，袂动嘛，爱动音，都是一定习惯啊，烧声一定习惯。哎呦，我条歌你变哪唱？迄我以为呢。真的。我都改变电脑，你我都改上电脑我就说改。我都改无。你做嘛甲你拼？哎，毋是听讲会当调音，咱规条拢用调的我叫别人替你唱就好啊。CD 外口音乐相片，叫别人唱安尼会使无？我衰安尼会使无？会使，我帮你唱，我帮你唱。衰啦！我帮你唱。代唱，第一名讲，带去嘛。代唱，带唱，叫伊帮我唱哎，。我哪你很丢了，一直对嘴的啊。哎，我就对嘴，后摆出门讲对嘴。做咱决定了，我这要几张？时间咱两个来卖 CD，好吧？啊，谈来再拜托吼。咱谈的，我互你来，来袂时间。好好好，你慢要来考台语的程度啊，吼，你会使等遐坐。因为拄啊，你台语上你会较麻烦些块，你应该是无啥问题。今年叫做牛年，牛年，所以甲牛有关系，来形容你人咧，咱咧人讲这人安怎，甲牛有关系的事物哦。好来卡落去，哎，甲牛有关系的俗语啊，我讲青米牛啊，青米牛，青米牛。那是咧骂人的吗？无啦，因为迄早期农业社会，对，你若青面就看无啊。看无。啊，因为咱以前拢是甲牛做伙啊，对。所以足侪较老辈吼，是阮老爸老母就无咧食牛肉。诶，因为以前种作啦，啊，伊讲要搬物件拢靠牛啊，所以牛是上好的朋友。所以你若青面牛，你就看无路。所以你若囡仔吼，你毋读册，你后摆来甲青面牛共款，你都毋捌字啦。哦，是安尼的意思。这是说骂人的话嘛。好来卡来，甲牛有关系的俗语啊。我讲你牛姓地，牛姓地，是讲安尼讲的。有来话足固执啊，像讲咱甲只牛牵起啊，要甲抬啊吼，照你讲人啊要甲咱抬咱尔啦，走啊！紧走，毋过吼牛知死毋知走。你甲牵你到遐，伊嘛是乖乖伫遐等人甲抬，迄是有够固执的。牛知死毋知走，牛姓地，来卡来，甲牛有关系的俗语啊。哎，这小，因两个牛头马面，袂歹哦。看着哎，我是光头马面哦，我是牛头马面。啊个干牛年啊的。牛头马面嘛是咧无好话吼。啊，伊早人个阎罗王要派人甲你阎王注定3件事，绝不留人过5天，叫上去甲你拖去。牛头派牛头马面，啊，因为你要拖去足济人，所以你看两个拢生做安那，做歹，啊，搁做歹安尼。所以讲吼，哎，你啊，当下你啊讲兴哦，唔好啦，人两个拢做缘投呢。对啦，是。那有先牛头马面，哎，我是低头马面啊。非常了解就好啦。好来卡落去。好。甲牛有关系俗语。牛牵啊北京嘛是牛。哎，这就是讲袂春车嘛吼。但你莫看我讲这句敢无？牛牵甲北京嘛是牛，这句大家了解。来卡落去来，甲牛有关系俗语啊。我讲牛声马后，一定是牛声马后。牛声马后，嘿，牛声马后，我知影。小人行到青春呀，鸟只两
你是小查某啊？对啊，你这现场偌久啊？足久诶。无啥尾啊，就是讲迄人唱歌无好听。对啦对啊，啦话是。讲高声起去价，食哦，哎，咱高我声去食。毋过这条都轮着注音无，哎，人个注音唱歌做人我爱听的呢。哎呦，好多个。啊，你老爸迄个歌嘛，唱歌嘛做好听。来卡落去，甲有关系俗语啊，我讲牛皮擦骨，哦，哎，牛皮擦骨哦，什么？做茶的唔茶捌。听过呢。哦，真难呢。做擦啊，有擦的擦啊。牛皮擦骨，是啦，你是这个美囡仔咪足忝呢。擦的。哦你牛做茶皮吼，因为牛皮足润，哦，所以咱有时迄囡仔无管咱甲拍吼，拍袂食拍袂听，食拍咧伊也袂惊。轮回啦。伊皮足润啊，所以牛皮嚟讲，你就算你甲拍，伊嘛无爱听你的。啊，擦骨嚟讲，擦成立骨，身细袂律。你讲这个囡仔已经变甲，伊一寡无好的习惯已经拢固定啊啦。是蛮皮啦歹教呢。哦，今日佫有一项啊，来卡落，皮擦骨。哎，甲有关系俗语啊，我讲牛皮道林啊，牛皮道理。牛皮道林这，是咧骂人，是咧侮辱人，我嘛不知。就是喺高陶军书迄个意思啦。是吗？对啦，高头军书对，啥叫牛片道理？因为迄道士吼，老爸你看伊老爸拢会用一丸安尼甲称过，啊，迄个所在亲像啥物？牛片，所以这有时会考试讲恁这个，恁这道士吼，那亲像牛片，所以叫牛片道理呐。啊，牛片道理这道士有时咱拄着代志，拢会甲问讲，哎，我要怎处理好，伊甲伊报东报西，结果定定报唔对，所以真正是高头军书拢来乱呢，是。愈补愈害。了解，来卡落。哎，我讲甲有关系俗语，我讲万牛搞犀流，万牛搞犀我利讲听。那牛安尼慢慢的连停的，落一个咧，拔一个。骹手真慢就对了。对对了，嘿，完全了解这个意思。来卡落，哎，甲有关系俗语，我爱食迄个菜头粿。有爱食臭头老有应该爱食迄落。又干笋，有寒笋，因为咱牛吼拢伫路边咱做者什物寒芒花、寒芒草，哦，啊，打生出来较甜、较油，有啦。嘿，所以比如爱食迄种物件啦。毋过你年岁有啊，老牛爱食幼寒笋吼，安尼较毋好啦。你是要讲老有爱食又干笋，对吧？平常讲这我唔捌听过呢。但捌听过讲，就叫老牛吃嫩草。老牛吃嫩草有啦嘿咩，。就是老唔认老咩，对啊是要保佑起的，又加笋就是要又起的嘛，又起的吼，哎嘛目睭会金的吼。本来咱是讲咱较专情啦，咱20岁的时阵是改20岁， 20岁啊30岁的时阵嘛是改20岁， 50岁嘛是改20岁，咱就专情这的。查甫人来卡落，甲有关系俗语啊，老牛变春草，老牛食春草，电电春草电春草电春，草老牛电春草意思就是讲老唔认老，吼，就这款的有无吼？伊就唔是安尼，无啦，无头白面。老牛电春草意思是，老有电春草上当的安尼卖啦，话是讲已经年纪足有啊，啊面拢了了啊，啊佮穿啊足趴。个切，去穿西装，哦，个切西装加新裤带。嘿对啊，哦啊，佮穿啊咧嘛安尼吼，年岁有啊，佮结果吼足少年，足有气安尼。哇！老牛电春草要拍七啊，拢爱调过伊的啦。哎，碰哥，我感觉因一直在甲你敲呢。我无安尼讲我哦。听得出来，哎，你迄个因为，来，带来起来，俗语讲了好。哦，哎，队长啊，哎咱行到遐忝，咱是要行去对啦，哦，哎呀，哎，你安尼呢？就这样，些少年的那个傲笑人家，这样被无偌久了对呢，不？差不多要到啊啦。哎，阿我啦，较紧的啦，都在等你，你知道？哎，队长啊，规烟路的哦，本来以前30分钟，即摆是行3点外钟啊，啊。咱是到未啦？哎，唔是哦，咱亲仔去我病吼，恁两个排一个，我该排一个咧。恁拢等着我排，我当然嘛排。你看用啊你诶，你敢拿这偌重？我当。这么重？哦，你好，你莫后别 Q 啦。哎，是无啦讲是讲队长啊，啊，咱今日特别伫遮大爆棚哦，咱即满都只阿妈，佫行咧，哎呀，危险啦，危险啦，吼，啊无电话啊，对对啊吧？对啊对啊，咱都伫遮吼聋哑啦。哦，看起来袂歹哦太，连不，哎，
哎呦，哎阿伯啊，哎，不是，哎，六，你这打肥哦。有啥加肥？你他妈是咧讲啥话？你少年人讲话，我也是去山顶打一寡水果，打一寡菜啦。哦，是安尼。啊，恁是来我来录影背刷啊，啦，录影啦，来爬山来录影。对，哦，要搁爬去无？无啊，今仔唔就伫遮吼，对啦，遮啦，忝困伫遮，我到啊，忝啊，阮，没伫咧车录影啦。到时候啦，啊哎呦，哎呦，要伫咧遮休困兼休克呀！哎呀，阿妹，我跟你讲哦，你这袂歹啊，山明水秀啊，对环境后壁迄溪啊，佫会使身躯啊，吼，环境搁好，空气搁安尼，对啊，有啥问题吼啊？我看有什么问题？哦我讲互恁遐少年呢，还佫有够力，无像我遐济呀，我赶紧要来选，我跟你讲。无钱咯哈哈，哎，伊即马是有咧放狗咧人加钱咯哈，遮到遮你危险，咧搞啊咧教人，社危险的程度，毋是恁我在想的。啊是有偌危险哈，是以前是王阿波是无哈，对啊，比王阿波更加恐哇恐怖，加恐怖。喂，我机长，你唔通黑白讲话哦，你莫故意甲我吓惊可能头壳呛着，我讲互恁听，你就知。怪，怪叔叔嘛，咩咧怪叔叔？我跟你讲，以前我伫遮打菜，打一寡山山野味，每一工拢打到7暗8暗。最近日头若要落山，我就要紧选咯。哎呦，以前打拢无代志，用水看，水看。饮酒啊，你看，你等，你谁啊？你看我恐怖，真恐怖，哎呀恐怖！哪里啊？你快等来，嘿，你们有个洗番头哦。哎，水看，预备开始洗番头。无来，喂，队长啊，你真笑的哦，你袂惊我也无差啦吼。这洗过当然卖洗，啊洗用。这哪有什么恐怖？少年呢，少年呢，卖讲，卖讲我老的无甲恁讲啦吼，恁若到半暝啊，然后人甲恁砍面皮，你就卖惊着哦嘿！我甲你讲，出什么代志甲我无关系啊。哎，队长啊，还是咱换一个所在啊。对啊，哎，我讲伊，你感觉伊讲咁属性？哎，我讲伊敢咧讲敢咧有啥物件、啥物代志呢？你讲这样拍面啊？敢唔可能？敢有？无啦，无啦，队长我看吼，这平常时足常伫这个，唔是啦，爬山啦。人讲吼，无听老人言吼，食亏在眼前呐。我啊，个人做业，个人讲啊，吼，伊可能是吼，这个歹代志做水啊，哦，命中带赛，啊，对，伊打赛，但是个老实了，打赛个袂偷食吼。讲这个我别讲了啊，我别讲，来了，我们照我们的计划，照我们给为进行。好，底下，哎呦，好不好？好来，来，啊，龙牙大平啊，哎，遮吼大波旁啊，环境袂歹啦吼。来，啊，我来你什么？好来，混腾，是哦，哎呦，哦，咱这种真厉害哦，得飞去买啦。无怪大家拢叫阿万，哦，安尼较紧啦，你个好，安尼啊，好，哎，水大好啊呢，对啊，这足紧的啦。哎呦，阿妈，礼拜，哇，我要困好啊啦吼。你记得没有？夭寿哦，我困咧打呼的声音遮大声，那低咧啦，那低困到连我不如出来散步者。哎，现在空气有较真的袂歹呢。你看那个星星哦，看得我清楚嘞，好所在。阮是思念浪阮伊，暗想时无讲起，要讲惊遐心怀疑。好啊，这暗嘛莫搁唱啊，会拍歹人迄人都咧困咧呢。哎，像这样你一个人呢？你咧山顶，也是讲你著住在山顶的。我甲你讲，我无住伫咧山顶哦，
阮爸爸妈妈拢无伫咧厝，留我一个人伫咧厝，够无聊的。所以我就想讲啊，山顶的空气较好，我就爬起来算啦。恁爸爸妈妈无伫，无伫的啊。剩你一个人。那呢，你的意思咧？哈。哦，看你的意思是要安怎，啊就安怎。我那意思我就听你我懂啊。哦。好啦，我哪做，你对我哪做。好。我会回项目，好。你出来快乐。好，来行来。你伫遮要创啥？我因为我的男朋友甲我放散，所以我就一个人来遮散步。哇！啊，你男朋友甲你爱放散，啊，你想要安怎啊？我就是想要来遮散步。散步？啊，敢有其他的计划哈？无啦。比如讲，敢有想要欢喜一下？安怎欢喜？哎，我跟你讲，我最近有在练身体，我变变的哦。你上讨厌啦！哎呦，你走去我塞老背啊！你莫走哦！奇怪，迄布棚内底人拢无人啊，毋知走对去，害我困啊骹拢麻去。歹势啊！喂，小姐，你遮晚来一个人伫遮啊？算命的甲我讲，画圆的时阵，我所心爱的人就会出现伫我的面头前。所以安怎？所以我画圆的暗时，我就会出来散步，希望甲我心爱的人会当出现。月圆，月圆吗？心爱的人。啊，你的意思毋是讲今仔月圆，啊，你拄啊拄着我？啊，哪有可能这个？这么好康？啊，因拢无伫的。啊，想讲啊，咱要安怎配合哈？我要安怎，你就安怎，凊彩你啦。安尼好，安尼好。看卖哈，我看卖啊，安尼啊，落山吼，伤远，啊无。迄边有一丛树啊啦，有一个草坡啊，啊无咱来来爬树啊！莫走啦！你莫走。我这三个，安尼布棚困外口，哎呦，目睭搁掉掉，夭寿咧！哎呦！哎呦，恁这少年的，我跟你讲，你著有爱听话啊！唔听话，发生这款的后果，两句俗语会当形容啊。第一句叫做“夜港行入高下收”，有咧听啦吼。有。第二句叫做“好神塌好嘴”，好神塌好嘴，有咧听啦吼。
有你这恐怖呢？好啦，起来啦！哎，拍，哦，辛苦。来，坐。哎呀，贵啊！嚣张哦！我有膝盖，我大吼，膝盖。你啊有，你要怎啊？哦，我50几岁啊咧。拄则这三个少年仔，无听老人的苦劝，因半暝发生这个代志。来，这个无听的这个代志，发生这个代志，第一句叫做夜港行入高下收，第二句叫做好心塌好嘴，塌的塌。好嘴。迄草塌的意思。来，暂时第一句听举手，夜港行入高下收。应该是。哎呦，我喝3票对3票。来，恁三个经夜港行入高下收，恁三个绝对是经好心塌好好嘴，好嘴，是安怎讲？你的理解？我是好啊，伊是好心啊，多好啊，哦，你这个意思。对，我够塌啦，哦，你的意思是咧好心来塌好爸母。好心好爸母啦。自投罗网，对啦，对，哎就是恁三个少年哦，这是经这个答案就是这意思。哦，好，恁这边是经好夜港行入高下收。先听你的。夜港大家行入伊的夜港收，啊呀，行入去高下收就是行唔对伊嘛，行唔对伊就是有无好的效果。夜港行入高，因为高下会食夜港，所以找死。哎呦，是哦。安尼有理哦。高下收内底一定足济，高下系啊，满拢是。油捌。夜港就是较大只就是是。可能有若挡袂掉。对。你意思是？当出来。好，来老师请解答。夜港行入高下就着头碰过讲的，夜港虽然有毒。足大只，毋过你若办不哩黑白行，说你高下收，你入去有路，毋过无路通好出来。啊，即句俗语讲啊，明好难对高分。你直接足强，毋过足是高下甲你夹到尾啊，你嘛是会死去。所以有时就是讲，你夜港行入高下收就是啊，死路一条，该死啦。啊，另外就是讲，咱讲上巴起好，对不对？对吧？结果。你甲好讲，我看传一锅肉互你食，结果啊，好嘴拍开啊，结果你甲等两只好心，差足济呢。所以有时咱骗嘴咧骗囡仔安尼，啊若碰过头安尼赶出来吼，人讲迄个唔听老人话，你会尽量背。啊碰过甲你讲唔通留咧食，恁搁唔听，结果你就一命乌好哀哉。所以若爱搬起来正确答案应该是夜港行入高下收。哦，安尼哦。这边对。所以你这边唔对嘛？对你拍报告咧。临时作文真出名，这个杨坤宪先生所写，这个过年关的米老，米老是麻老，麻老米老哎。嘿对，但是读了这个分呢吼。哇，来，咱请这个党的你试看卖。卖个歌，黏贴贴的相思，看诗。对，袂歹哦。看长全无酒气无艺，庙顶招标的囡仔时，百珍的食饱嘛，百珍的甜蜜笑眯眯的庙顶，翘舌，暂时当作喙之心头的写日子，康博的金银财宝，超脱了红尘的康舒梦想。哇哦，伊这甲迄个米老写甲安尼文，老师来遮好无？有几字啊？可能咱来解，甲这学员修。这条共款，哦，就是刚哦。共款手气无艺，这招标是什么意思？赛跑。招标，因为以前原住民时期吼，拍来时阵吼，拢用写过，写了大家紧走去，所以比看像先掠迄只螺啊，迄只螺啊，伫你的，所以为遮来招标。八点无问题，八点，但是这就是问题，庙顶翘节，因为早期迄个庙师也是讲有好家人厝，你看边啊两边拢会翘起来，因为这是讲变做一种敬天，厝尾迄。
因为表示啊，这鸟啊是甲会当通天。哦，表示讲我感谢神明甲我庇佑，所以我起厝的时阵，我起学起来，表示感谢哦神，所以变做翘舌。翘舌，跳什么是正做正做喙齿心肝头的舍利子，哦，舍利子，看破空白的金银财宝，超脱风尘的空思梦想。哇！谢谢。我歹势叫丢妹啊，你来读吼，因为你的手势，你读了都袂记咧。我看也是我来了。耶！换个。每个黏贴贴的相思牵丝，牵登去共款手气无价。庙埕走表的囡仔是甜巴甜的甜蜜，笑眯眯的庙顶翘舌，暂时正做喙齿心肝头的舍利子，看破空白的金银财宝，超脱风尘的空思梦想。喂，感谢大家，后回再继续收看《为山为水为人乐》。